台南公园内底拢有真侪民众会伫遮运动散步，所以常常拢有人会违规骑奥多摆入去。台南市工务局对去年6月开始，就伫遮设置科技执法，敢若去年下半年就处理超过800件，今年1月到今嘛已经超过300件。工务局讲，因会阁继续加强处理，嘛呼吁民众唔通阁违规。 有袂少时段透早会到台南公园去散步复健，不过短短5分钟内底，却看到有几台奥多摆嘛骑入去。入口的所在明明就有写禁止汽机车入去，甚至阁有设科技执法，不过有的人就是无咧甲信道。伫咧公园内底运动的民众嘛，惊去互车弄着，随时就要注意。2月暗仔，台南社区大学咧办活动的时阵，阁捌考考民众唔通骑奥多摆入来，结果煞颠倒去互抢讲挡伫咧路中。有啊，足济哦。足济。哎呀，足济骑奥多摆，现看到一个啊。啊，你他冲过来，我来记啊。对。迄拢知影，迄毋是毋知啦。啊，你像恁伫遮行路。啊，我才怀疑讲遮的迄个科技执法，我感觉是假啦。公园里面你不能骑机车哦，会被罚。就竟然有一个阿伯还回过头来回向我说，啊，你们就可以挡在路中间哦。那我心头就想说，台南公园不是给人走的吗？ 根据台南市工务局的统计，去年台南公园设置科技执法了后，刚若下半年就处理800件，啊，若今年1月到今嘛已经发超过300件，未来应会继续加强处理。虽然现在科技执法已经开了很多单，但是如果还是有人持续在大型公园，包括我们现在新辟设的公园里面骑乘机车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全力拦阻，不排除动用远警在。 这个地方进行及时性的取缔。台南市府强调，伫咧公园骑奥多摆是违法的行为，除了有可能去弄到人，嘛会造成空气污染。若是违规，就会依照台南市公园绿地管理自治条例，该罚1200块到6000块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